錄音帶轉動的沙沙聲，像是時光本身在低語。當那略帶沙啞卻依然清晰的嗓音從舊式卡帶機裏流淌出來時，整個房間的空氣仿佛都凝結了。那是謝賢，人稱四哥的謝賢，一輩子風流倜儻、瀟灑不羈的謝賢。他的聲音裏沒有了鏡頭前的嬉笑怒罵，沒有了招牌式的墨鏡背後那種玩世不恭的從容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近乎赤裸的、毫無防備的溫柔，甚至帶着幾分小心翼翼的試探。他說：阿芬啊，如果你聽到這卷帶，大概我已經走遠了。別嫌我肉麻，有些話當面反而講不出口。對着這冷冰冰的機器，膽子倒是大了起來。這句開場白像一把生鏽的鑰匙，緩慢而艱澀地插入聽者心頭那把從未是人的鎖。幾十年來，公眾習慣了謝賢身邊的女伴如走馬燈般變換，從甄珍到狄波拉，再到年輕的可以做他孫女的酷告，媒體樂此不疲地盤點他的情感版圖，仿佛他的人生就是一場永不落幕的華麗派對。但此刻，這卷據說在他保險箱最深處發現的錄音，卻指向了一個幾乎被娛樂史遺忘的名字——阿芬。沒有人確切知道他是誰，是那個在他寂寂無名時給予溫暖的初戀，是在他破產低谷時默默支持的無名伴侶，還是一段從未被狗仔隊捕捉到的深埋於時光廢墟下的秘密婚姻。我們只知道，當謝賢用近乎呢喃的語氣說出這輩子我欠你一句對不起，也欠你一句多謝時，所有關於他風流散漫的刻板印象都在那一刻土崩瓦解。原來在華麗的戲服退去後，謝賢也只是一個在人生暮年對着一卷臍帶懺悔的普通老人，而他心中那塊最柔軟從未被觸及的角落，始終為一個名字保留着。那個名字就藏在阿芬這兩個字背後，成為了他整個生命敘事裏最隱秘也最核心的注腳。我們忍不住要問，這個阿芬究竟是誰？他與謝賢之間究竟交織着怎樣一段被刻意抹去，卻又在此刻被聲音重新召喚回的往事？要解開這個謎，我們得把時間的指針撥回到上世紀60年代初，那時的謝賢還不是四哥，而是剛從嶺光製片公司演員訓練班畢業的無頭小子。粵語片正處於武俠與文藝交織的黃金年代，他憑藉俊朗的外形和一股初生牛犢的銳氣，在《神鵰俠侶》中飾演楊過嶄露頭角。但那時候的娛樂圈遠比現在更加殘酷和講究人脈。謝賢出身普通，家中雖有兄弟，但能提供的資源極其有限。他住在劇組分配的狹小宿舍裏，每天趕場拍戲，常常忙得連一口熱飯都吃不上。就在那段灰撲撲的日子裏，他遇見了阿芬。那時的阿芬是片場的一位場記助理，同時也兼職為劇組人員準備簡單的餐食。她不是什麼驚豔四座的美人，用謝賢錄音裏的原話說，她有一雙很安靜的眼睛，像廟街夜晚賣涼茶攤子上那盞昏黃的燈，不刺眼，但能照見人心。阿芬比她大2歲，為人低調踏實，從不湊到明星跟前爭取露臉機會。他只是默默地記錄着拍攝細節，然後在收工後把留好的飯菜用乾淨的布蓋着，放在謝賢宿舍的窗台上。起初謝賢只當是劇組的福利，後來才從其他工作人員口中得知，是阿芬看他總是錯過飯點，餓着肚子拍打戲，便自掏腰包多準備一份。他從不聲張，即便謝賢當面道謝，他也只是擺擺手說，四哥，那時大家已開始這樣稱呼他，你演好了，我們整部戲都有面子，這點小事算什麼？但小事往往最見真心。謝賢在錄音裏回憶，有一次他拍一場高處墜落的戲，雖然有安全墊，但他落地時不慎扭傷了腳踝，腫得像饅頭一樣。導演急着趕進度，只讓場務拿了平跌打酒給他，便催着繼續拍下一條。是阿芬趁着換景的空檔，不知道從哪裏找來冰塊，用手帕包着，蹲在他腳邊，一語不發地為他冷敷。他的動作很輕，輕得像怕驚擾了蝴蝶，但指腹上的薄繭卻清晰地提醒着謝賢，這個女孩是過慣了苦日子的。那一刻，謝賢說他心裏某個地方突然就塌陷了。年輕的他在五光十色的片場裏，見慣了虛與委蛇的奉承和爭名逐利的算計，
卻從未見過這種不帶任何目的的善意。他們的關係在這種無言的照顧中悄然滋長，沒有轟轟烈烈的表白，只是在某個收工的深夜，謝賢送亞芬回去，走過那段沒有路燈的長樓梯時，他自然而然地牽起了她的手。亞芬的手指冰涼，卻沒有掙脫。那幾年是謝賢事業穩步上升的時期，也是他們感情最純粹的時期。亞芬不僅照顧他的生活起居，甚至在他記不住台詞時，陪他一片片對戲。在他因為脾氣火爆得罪了某位前輩而被劇組冷落時，亞芬默默地替他向各方說和，用自己的誠懇為他修補人際關係。可以說，沒有亞芬，就沒有後來那個能夠在複雜的娛樂圈中左右逢源的謝賢。但命運的殘忍在於，他總在一個人即將抵達高峰時，安排一場必須割捨的考驗。隨着謝賢的名氣越來越大，邀請他赴美赴台發展的機會接踵而至。那時的香港影壇外埠市場是一塊巨大的蛋糕，誰能打進去，誰就能成為真正的巨星。謝賢心動了，那是他骨子裏對更大舞台、更響亮明星的渴望。年輕氣盛的他，覺得自己是一隻注定要高飛的鷹，不該被兒女情長束縛在狹小的巢穴裏。錄音帶到這裏，謝賢的聲音明顯哽咽了一下，背景裏甚至能聽到他輕輕吸鼻子的聲音。他說：亞芬從來沒有阻攔過我，她只是坐在我對面，幫我搭着出遠門的衣服，每一件都搭得整整齊齊，像豆腐塊一樣。我記得我那天話很多，說着未來的宏圖大計，說着等我站穩腳跟就接他過去。他一直低着頭，最後才說了一句話。他說：賢哥，外面世界大，你好好闖，我在這裏會照顧好自己。但那時的謝賢年輕氣盛，沉浸在自己的野心裏，完全聽不出這句話背後的訣別之意。他走了，帶着滿腔的抱負，也帶着亞芬偷偷塞進他行李裏的幾罐他親手醃製的鹹檸檬，說是怕他水土不服，用來沖水喝。到了美國，謝賢的確迎來了他事業的又一春。他憑藉獨特的瀟灑氣質和日益精湛的演技，在當地華人圈大受歡迎，片約不斷，應酬也如潮水般湧來。他忙着適應新環境，忙着拓展人脈，忙着享受掌聲與鮮花帶來的快感。和亞芬的聯繫，從最初的一周一封信，到後來的一個月一通長途電話，再到最後只剩下逢年過節一張例行公事的賀卡。他總覺得時間還很多，總覺得亞芬會一直在那裏等他，就像以前每次收工時，他都會在窗台上留下那碗蓋着布的飯菜一樣，是他永遠可以回頭看到的不變的風景。然而，他低估了時間和距離的腐蝕力，也高估了自己對單純情感的維繫能力。在美國的最後一年，他收到了一封來自香港的信，沒有署名，但字跡是亞芬的，信紙很薄，內容更短，只有幾行字：賢哥，我要結婚了，對方是個老實人，對我很照顧，你不用掛念我，你在那邊也要好好的，祝你前途似錦，一切都好。亞芬。沒有指責，沒有抱怨，甚至沒有一句你為什麼不回來看看我，平靜得像一封告知天氣變化的家常信。謝賢說他當時拿着信，在公寓的陽台上站了很久，洛杉磯的夕陽把天空染成一片絢爛的橘紅色，但他卻覺得渾身發冷。他本想立刻訂機票回去，但那時正逢他洽談一部好萊塢投資的合拍片，如果成功，他的事業將再上一個台階。經紀人苦口婆心地勸他說，女人沒了可以再找，機會錯過了就是一輩子。他聽進去了，或者說他順從了自己內心的那份自私的野心。他把那封信收進了抽屜，轉身繼續投入那場紙醉金迷的談判中。結果那部合拍片因為各種原因最終流產，謝賢竹籃打碎一場空。當他帶着滿身的疲憊和失落回到香港時，才知道亞芬已經隨她的丈夫移民去了加拿大，徹底離開了這片與她有關的土地。他沒有去找她，或者說他沒有臉面去找她。他選擇用工作麻痹自己，隨後便開啟了那段更為公眾所熟知的情史。與殷真的婚姻轟轟烈烈，與狄波拉的結合金童玉女，每一段感情他都在投入。
但錄音裏他坦誠，從亞芬之後，他心裏那根最真摯的弦就斷了。後來的每一次戀愛，都帶着一種自我補償式的張揚，仿佛要向誰證明自己依然被愛，依然有能力去愛。但那層浮華的泡沫下，是對最初那份純粹感情永遠無法挽回的愧悔。直到很多年後，謝賢在一次偶然的場合，從一位老友口中輾轉聽到了亞芬的消息。那位老友說，在溫哥華的華人超市裏見過他，他已經滿頭白髮，坐在輪椅上，身邊跟着一個小孫女，看起來過着含飴弄孫的平靜生活。老友還說，亞芬似乎也看到了他，但只是禮貌地點了點頭，就像對待一個普通的街坊鄰居，沒有任何波瀾。謝賢在錄音裏苦笑着說，他連恨都不恨我了，這才是最讓人難受的。如果他罵我、怨我，至少說明他心裏還有我存在過的痕跡。可他那麼平靜，就像我從來只是他生命裏一個路過的陌生人。我們之間那幾年的朝夕相處，在他決定嫁給別人的那一刻，就已經被徹底清空了。那一刻，謝賢才真正明白，他失去的不僅僅是一個愛人，而是一段無法複製的，用最笨拙也最真誠的方式建構起來的青春歲月。他後來有過無數的財富、名望和傾慕者，但再也沒有人會在他拍戲扭傷腳時，不聲不響地用手帕包着冰塊為他冷敷；再也沒有人會在他意氣風發要遠走他鄉時，低着頭為他搭好每一件衣服，然後把所有的牽掛和不捨都藏進幾罐鹹檸檬裏。那種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的、近乎母性般的呵護，是他日後在花花世界裏用任何東西都換不回來的。錄音的後半段，謝賢的聲音逐漸恢復了平靜，甚至帶着一種閱盡千帆後的釋然。他說他後來讓助理去查過亞芬在加拿大的地址，託人送去過一張金額不小的支票，但被原封不動地退了回來，附帶一句口信：多謝四哥好意，我現在的生活很好，不缺錢，只求心安。這句只求心安，像一根細細的針，精準地刺在了謝賢最在意的地方。他這一生追求的也不過是心安二字，但偏偏在最該給予的時候，他選擇了追逐功名。如今他用盡餘生去扮演一個灑脫豁達的老人，在鏡頭前笑得沒心沒肺，在綜藝裏和晚輩們打成一片，仿佛世間沒有任何煩惱能困住他。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那封退還的支票，那張薄薄的信紙，成了他心上永遠無法磨滅的烙印。到了錄音的最後幾分鐘，謝賢的語氣突然變得格外輕柔，像在控一個久別重逢的孩子。他說，亞芬啊，如果這輩子還有機會見面，我不會再跟你說對不起了，因為說得太多次，反而顯得假。我想跟你說，你當年選的那個老實人，選對了。我這輩子演過大俠，演過富豪，演過英雄，但唯獨在對待你這件事上，我演雜了。我演了一個負心漢，而且連補救的機會都沒有。不過你放心，我現在過得也很好。我學會了跟自己和解，因為我知道你一定不希望看到我帶着愧疚進棺材。我希望你身體健康，希望你的小孫女孝順你，希望你每次喝到那杯鹹檸檬水的時候，想到的不再是我這個混蛋，而是你自己這輩子做過的最正確的決定，就是離開我。他說到這裏，輕輕地笑了一聲，那笑聲裏沒有了苦澀，反而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坦蕩。他接着說，我讓律師把這卷帶子放在這裏，不是為了給任何人聽，也不是為了給自己立什麼痴情的人設，我只是想，萬一真的有靈魂這回事，萬一我先走一步，在另一個世界報到的時候，能把這卷帶子親手交給你，你聽了之後，要是願意原諒我，就在那裏等我一起喝杯茶。要是還是不願意，也沒關係，我就遠遠地看着你就好，就像當年你在片場遠遠地看着我一樣。那時候你的眼神，是我這輩子見過最亮的星星。這段話說完，錄音帶裏沉默了大約10幾秒，只剩下一點微弱的電流聲，然後是謝賢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最後用他標誌性的帶着點玩世不恭的語調說，好了，不說了，再說下去，你們這些後生又要笑我老了就變得囉嗦了。把帶子收好吧，記住，等我真正走了之後，如果有機會，把這份拷貝
用一個不署名的方式寄到溫哥華那個地址去，不用讓他知道是誰寄的，就當是一個老影迷送給他的一段無關緊要的廣播劇吧。聽完這整段錄音，我們才終於恍然大悟，謝賢這一生穿過最華麗的戲服，戴過最昂貴的墨鏡，牽過最當紅女星的手，但在所有這些耀眼光環的映襯下，他始終是一個弄丟了最心愛玩具的孩子。他放不下的不是某一段婚姻的失敗，也不是某一個具體的名利遺憾，而是那個在他一無所有時給了他全部溫柔與耐心的亞芬。那個名字象徵着他生命中最本真、最不設防的階段，是他回不去的原鄉。也許對我們這些旁觀者而言，這段遲來的真心話最大的意義不在於揭開一個娛樂圈的陳年秘辛，而在於他如此真實地提醒着我們每一個人，在追逐遠方星辰大海的時候，別忘了回頭看看那個在昏黃燈光下默默為你留着一碗熱飯的人。因為人生這場戲，無論舞台多大，最終讓你心安的永遠不是掌聲的分貝，而是那雙在你落魄時依然安靜注視着你的眼睛。謝賢用他一生的風流換來了這一刻的清醒，而這卷錄音就成為了他在人生謝幕前獻給那個最初也是最終的他，最沉重也最輕柔的告別。